欢喜的安尼迎接圣诞，很高兴啊！今日赶快用欢乐声来学到来吟新鲜诗300通过首，新鲜诗300通过首，我要唱歌来学到。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较罕的吟吼，所以咱来吟一个393首，393首，学乐专业，稳定自在。
恁照时间来到好敬拜赞美。
了，光明与我要同在，欢喜欢喜起来敬拜，荣耀慈爱那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乐，光明与我要同在，黑暗忧愁罪恶阴霾，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乐，光明与我要同在。为了爱，他降世为人，背负我们的重担。谢谢天父，是这样子赐下这生命的礼物。我们谢谢他，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真实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真实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我们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充满感恩欢庆圣诞，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我们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充满感恩欢庆圣诞，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
以爱带来救赎。感谢你，感谢你真正来顾守，互阮拢会当有主你的平安到阮伫咧。特别伫咧疫情的时阵，这个时阵嘛无完全控制这个疫情，也毋过主，你拢一直用你的保护甲你的疼来做阮的业债。阮要来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未来一年，我嘛要恳求主，会当继续来保守阮，互阮众兄弟。拢会当为主来跑走，传福音，播用好消息，互搁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主。感谢主，求你搁较侪来采用阮，成做荣耀主你的器具。嘛愿阮今仔早起的敬拜甲学乐，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甲接纳。感谢学乐主，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再次感谢荣耀主的我们神。全地拢着对上帝讲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会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这时，请起立，咱同心来唱歌阿罗上帝。咱所要念的是圣诗308首，我要唱歌来阿罗，按音专心。请坐。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阿爸爸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有留你的保惠，我才得到救赎。因为有你的救恩，我的性命才得到祝福。求你使用阮，成做你传福音的器皿，互阮伫服侍中拢有份，互阮仰望你的大权能，互阮得到生命的丰盛。人生有侪侪的苦难，人嘛有侪侪的软弱。不过阮知，有一个疼阮像宝贝的天父，有缘眷顾阮。我要我靠你，才会当战胜一切的黑暗。我要我靠你，才会当刚强壮胆来赢指着光明。愿你的宝贵的灵甲阮同在，因为你就是阮的生命的光。我要保养你的所做，来荣耀你的名。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大家，咱做伙来启文成圣诗后壁面，启文24。启文24，诗篇100。现着，我来读，请做大家来应。全地啊，要对上主欢呼。要唱阿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属伊。要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要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大家是中正献诗
今日中期所要献的诗是：你是为了接受阻碍被拣选的人。咱听这条歌的时，请咱把咱的手拢伸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咱是要领受这个福气甲福分。安尼，咱这个时阵，把咱的双手拢甲伊伸出来。倘是你萨拉巴基维黑提欧南萨拉，倘是你山所结束，库萨兰巴戈伊基欧，倘是你萨拉巴基维黑提欧南萨拉，倘是你山所结束。库萨兰巴戈伊基欧，你是为了接受阻碍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阻碍被拣选的人。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之前，还是你生那丰盛的慈爱，借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宝贵的存在。今日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头一位是诗篇第7章，诗篇71章15到24，另外一位是约翰福音第3章16。我来读
诗篇71。诗篇71，第15篇到24篇，我来读，兄弟大家来看。15篇，你的公义以及你的拯救算袂了，我的嘴通日要讲起，我要来讲主耶和华大权能的事，我单单要讲起你的义。上帝啊！对我少年的时，你有教示我；到现今，我捌报用你奇妙的所做。18节，上帝啊，我到年老头毛白的时，求你毋通放杀我，听候我将你的溃烂指示下代，将你的大权能指示一切将来的人。上帝啊！你的义真悬，上帝啊！你捌行大的事，是谁会亲像你？20节，你是互阮日过济大患难的，你要互阮搁再活，也要叫阮对地会深淹起来。21，叫你互我拿权大，我倒转安慰我。我的上帝啊，我要单食俄罗里，俄罗里的真实，以色列的神的啊，我要弹琴俄罗里，我要唱歌俄罗里的时，我的嘴唇以及你所救赎我的灵魂，要欢喜出声。我的嘴规日要讲论你的义，因为遐个假无害我的人。已经见效受凌辱。另外一位是伫约翰第3章16节，约翰第3章16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囝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疼世间到安尼，以上。现在，请起立，咱做伙来读主祷文。请，愿你天你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行，你对你亲像天，愿你日时今仔日愿，下面愿你辜负，亲像阮下面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又叫阮脱离下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现在请坐。下面是林龙人牧师的讲道，要来讨白上帝的话语。今仔日所要讲的道，是我要讲起上帝的大权能。我将时间交予林龙人牧师。牧师、林牧师，以及所有遮的正中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声，我要用首的诗歌，就是头拄仔咱所个别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我要来吟，要用英语版的来吟，望上帝甲咱基地保守咱即个时间，甲咱的主。三个连结。为家一天。
us as his is in heaven. Give us the rain, our Lady, pray, and forgive us our pledge,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Under the throne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咱同心来祈祷，天父献上感谢，伫即个荣耀的日子，耶稣基督对天来降生，成做阮人类的救主，互阮对黑暗、对软弱、痛苦的中间，来得到新的活命甲快乐。今早起，上帝你遮的正义女会当进入伫上帝你的殿院内面。用欢喜感谢过去一年久，怎样因带阮经历着真济变化变迁苦痛的日子，总是你将荣耀甲欢喜、平安来享受阮。今早起，阮会当甲普世教会进入伫你的圣殿，伫遮来学乐感谢。求你通过早起即个敬拜，也是阮总会所互阮。为了退休传教者夫妇联谊会这个主日来关心祈祷甲奉献，愿主赐福，互阮众兄弟姊妹，阮的关心祈祷也成做上大的祝福。伫这个组织甲关心节天传教者这个日子，望上帝你恩典赐福甲阮同在。保守阮早起的敬拜，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啊，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通徛伫咱罗州教会的这个讲台，实在是真无简单。敢若是我第一次，嘛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我毋敢讲，因为咱的生命、咱的日子拢伫上帝的手中。咱的喘气振动，毋免钱，我定定讲爱感谢上帝。原一个人伫病，敢若咧喘气若惊，伊着爱花费真大的金钱。我的老爸敢若伫老人病院，伫遐7年久，为着喘气、呕吐的供应，爱花费200多万。今仔日，咱会人真自由来进入伫上帝的圣殿，个人真自由来呼吸喘气。咱兼爱感谢上帝，爱感谢上帝无？爱感谢。你会记得？去年有一个故事，意大利伫即个 COVID-19 非常严重的时，有一个老大人嘛住伫病院内面，
经过一段时间了，病院爱将伊所花费即个医疗的费用，即个单爱来互伊知影讲你已经花费偌个钱。当即个90通岁的老大人，伫即个看到即个孝单了，伊就咱喊出来，一直大声喊。即个边的人感觉真奇怪。这个阿伯啊，他会一直咧喊，是毋是无钱通支付这个费用？就甲伊问讲，阿伯啊，你是毋是无钱有困难？这个阿伯啊，伊讲，毋是，我毋是有困难，但是我90多年久喘气，真自然安尼喘气的时，拢袂晓感谢。到即摆才知影讲，自院这段时间已经花费遮尔济钱啦。弟兄姊妹，咱对上帝所发咱的恩典，咱才有感谢无？还是咱想讲拢是自然的？对不对？咱一定爱要对咱的心底来发出咱对上帝感谢的心，咱的喘气叮当，咱的日子所有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上帝所交托的。徛伫即个教会的台顶，看见遮正兄弟姊妹，心内有真大的感触、感动、甲回忆。陈牧师、林牧师伫遮的牧会得到恁真大的疼惜、真大的支持、替祈祷，我拢爱甲恁感谢。总是嘛感谢100多年前。即个马街会通离开加拿大故乡，来到伫台湾，伫淡水的时，看见即片的土地遮尔水，伊的使命就是将家己的性命献上。伊欢喜的心、感触的心，伊遐讲 ，This is the land， 就是即个土地啦。我要将即个所在。来尽伊的使命、伊的性命来献上，对不对？这个历史虽然过去，总是这个历史真做咱上大的祝福。当我咧读我的丈人牧师娘的老爸伊的回忆录的时，伊伫遐写着我的丈人叫做张约翰长老，伊伫遐写。可能这是一个秘密，可能咱的正教会无一个人知影。伊伫遐想，伊伫遐写讲，我出世罗州教会，我的丈人是出世伫罗州教会，可见伊的序大人就是张新添，就是咱罗州教会初代传教者，而且有几来囝儿拢即个教会伫遐出世。张新添的大姊就是张聪明，嫁予马介。弟兄姊妹，遮尔奇妙的缘故，实在是咱领受即个真宝贝的信仰的产业，咱爱掠做感谢，因为过去的人因的辛苦，因的着磨，因的打拼，因的努力，因的流血，因的流汗。这真做因一个真大的使命献上的时，只有今仔日这个果子伫遮来得到修成。咱是继承顶代所打拼的产业，今仔日毋通亲像。约翰福音15章16节伫遐，耶稣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耶稣基督竞选我，竞选马介。竞选所有遮个过去，欢喜献身，互上帝遮个正乐福。所以今仔日是咱总会体育传教士的一个奉献的责任，为着遮个过去，伫咱台湾历史上，敢若有的人已经离开世间了，也有的人已经年老退休了，就像我，也是对即个牧场40年久的工作。3间教会分了不生蛋变生蛋了，
和有可寡娘变有可寡娘的牧会努力，到最后，我就退休，已经进入伫咱的长老教会叫做退休传教士夫妇联谊会。我常常讲，伫牧会时有一支大支雨伞，伫遐遮呢，总是退休了，剩一支小雨伞。大支雨伞牧会时，什么拢是教会。什么拢是兄弟姊妹，恁的疼，恁的关心，恁的支持，总是退休了，剩一支小雨伞。也安尼也毋对，安尼也毋对。可能真侪人咧想讲，长老教会退休牧师拢真好。我甲恁讲起，迄是献身作好。牧会时，因为有兄弟姊妹支持关心。终于退休了，已经开始过三等公民生活。什么叫三等公民生活？三等就等吃、等睡、等死。Lady， 即摆一个月总会只有互这退休传教者，夫妇一个月5000块的安养金。我定来讲，这5000块互我是我干那纳水电、纳这一切开始就无够啊。其他，咱爱上帝互咱什款的稳定束缚，咱爱保持咱人生所行的路。讲加在还阁有一个劳保，通保持迄个生活的安定。这拢是上帝听，上帝稳定。所以，阮逐日起来，一切 beautiful day, God is merciful。今仔日阁是好日子了。上帝是满有慈爱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今仔日会当收派来伫咱的教会，因为我过去2年就有担当咱的总会退休传教士联谊会总会长，下面有1100个退休传教者，北区、中区、分嘉南区、高滨区、花东区。拢总退休的传教者、牧师、牧师娘为纯单亲的物件，加起来差不多1100个。这1100个遍布伫咱台湾各所在。当我领受选去，以非常高标选去总会的会长的时，我嘛真 surprise， 讲啊，我这个过去真罕去参加即款的会人，竟然。大生做4年前做中区的区长，后来就提名做总会会长。我的责任真重。我会当为着这个做什么？我会当有这个会做什么？所以，遮的所有全台湾，遮的退休同学者真少年。讲我这2年久，才有伫遐拍拼。我甲伊讲，我敢若唱一首歌。人献10万，唱2首歌，一间教会献15万，哇！心内足大的感触，因为知影这个需要，知影这个欠缺，知影这个退休传教者因遍布伫台湾各所在，有人生活还阁真好势，有人爱阁租厝，有人困伫铁东下，有人爱回到老家，而遐毋知要去倒位去礼拜，毋知影。阮的退休传教者总会有一个规定，哪像安尼讲，呼吁恁遮退休的传教者尽量毋通搁去恁过去牧会教会。弟兄姊妹，阮逐礼拜时毋知要去倒位，嘛真做阮一个足大的困扰甲艰苦。有人讲，阮咧看电视就好啊。有人讲来其他的教派，有人来去倒位较远呢，总是感谢上帝。我这退休13年外来，13年来，逐礼拜拢顶有去逐所在讲道，已经去200-300间无共款的教会，已经有400外场的讲道分享见证，唱歌学了主感谢主。其实台北遮足大间的教会拢去啊，无论双连网、甲大潮亭。哦，遮台安、遮南门、
遮中央到的顶顶我拢去啦，就敢若望咱即个泸州教的，毋捌来讲道，跟人讲要好摆我一个白通啦，哇！这牧师讲啊，无来遮，感谢姊妹做伙一个白通啦，安尼才甲我摆咧，真无简单咧，真是。所以我甲牧师两个虽然生活伫台中迄个所在，拢是上帝恩典，阮徛起一个真好的所在，这拢是叫做上帝赏赐政府保障 Amazing Grace， 安尼啊，你听姊妹啊，哎呀，一生努力打拼，常常的在想讲上帝啊，到底阮为着你来献阮的性命，到底最后阮要得到什么？咱的主讲，你着我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我所指示的所在去的时，你要诚做正人的祝福，我要着你来准备将来美好的所在。毋敢若有将来天顶迄个愿望，嘛有现在生活的一个愿望甲快乐。虽然有时爱经历真济艰苦，总是爱用笑笑，用感谢，无像着韩国的金正恩讲啥，全国70天的内面袂使笑，因为咧纪念因老爸10周年，袂使笑，我还禁止笑呢。你听姊妹，遮尔严苛，哇！今日咱伫上帝面前，咱来欢喜，咱来娱乐，咱来拍鼓啊，咱来感谢对无？哎，感谢主，因为我时间有限，我们要进入伫台北，这个40年久将家己的性命献予上帝，做伊是个百姓第2任的王。伊原本是一个市乡人，真平凡，真普通，总是伊伫迄个市乡的中间，伫遐学习真济人生的功课。伊甲羊的关系，伊甲上帝的关系，伊甲即个国家的关系，拢总连结做伙伫个心内。伊伫遐哪想，野兽来，伊甲拍倒去，拍倒遮野兽。上帝检太若对天等雷落雨的时，伊嘛知影点要保护遮个羊群。咁伊个家庭的地方，伊是上细汉的，伊顶悬还阁有7个兄哥，大家拢做勇武的勇士啊！伫咧战场拢会人，有人看哦，这就是台北的兄哥安尼。总是咧俩姊妹，上帝无看伊的大汉，无看伊的勇。无看伊外在雕花，上帝要看。圣内面讲，人看外表，总是上帝看啥？看内心。所以到最后，上帝就用这个代表伊内心的条件，用伊的快乐、伊的勇敢、伊的智慧来伫遐呢，拍倒对敌可利亚。哇！这场的时咧，大家要拥护伊，开始起来做一些百姓的王了。当然哩，人无完全，代表伊嘛有伊软弱，总是圣内面讲，伊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上帝知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弱点，总是上帝嘛知影一个人有真济优点，咱来看伊的优点，来伫遐呢用伊。主要注意到真济这学生的中间，每一个人嘛有伊的优点，总是嘛有伊的缺点。咱的主就是要用，咱每一个人拢共款，有你的优点，有你的缺点。上帝要用你的优点来改变你的缺点的时，我做牧师嘛是共款，所有牧师拢是共款。所以，咱来好好来互上帝用。伫拜五暗的时，有一对夫来到咱的中间，伫即个地楼。迄个是一个咱新北市的邮局的总局长，伊住伫附近那顶。伊本来伫台中一个小小邮局，我甲伊熟悉，看见伊的特质无共款。伊看到人的时真热情。啊！伫外口拢咧超乌托邦，我讲，还有即个局长安尼甲人无共款，
我若入去的时，我就甲唱。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re never lonely. How much I love you. Will take my sunshine. 哇！我若记的是唱这个歌，头前遐有人员，看到我非常欢喜，哎，局长后壁。后来即个局长，我甲伊讲话。了，伊讲伊总爱唱歌，特别古典音乐。有一摆带我去开个门，对边仔去后壁，两个拄仔唱歌。唱歌出来时，伊怎啊用来？林牧师啊，我用一个互你看。迄个就是荷兰好声音比赛第一名的 Martin Hurken 唱《You Raise Me Up》迄个影片我，啊，这个遮尔水的影片，遐尔敖唱歌，好啊，我要来学，啊，对个是开始学一首歌。所以迄个是算我甲伊讲，你是我的贵人啦，吼！伊来时，伊即马直直升甲伊升，后来甲送去花坛做局长，后来佮派依兰做总叫局长，后来怎啊派来新北讲，我管的区域对三支遐直直管好，真啊到石门水库拢是啦。啊，最近伊为着马街即个事业，伊要出一个邮票。要用马街做中心，迄日伫遐咧讲，哇！我搁伫遐唱歌，哇！偌欢喜偌快乐，我讲你著来啦，住伫边仔若定啦，伊个邮局的宿舍伫附近若定。伊讲有当时爱转去台中，样想的，真快乐，甲伊讲话，两个都哈哈大笑安尼。所以讲，上帝互咱有特别的稳定甲特质，特性，咱来好用，即个生命做人的祝福。咱感谢上帝。我有即个机会伫遮，为着体育同学者即个工作来关心，毋茫咱看见来宾伊一生奉献家己，特别读迄个4篇第71篇，4篇71篇的时，佮感受着啥物？感受着哇，真咱老人的诗篇呐，这叫做老人的诗篇。我只要讲你年老时，头毛白时安怎？哇！这伊咧讲起对出世做婴仔、教育中年、少年、年老时，拢讲出来，表达伊的生命的回顾，总是伊要有回忆，佮有一个感谢，佮有一个愿望，佮有一个互家己的生命最后讲，我要唱歌儿主。哇！这哪读哪有滋味呢？弟兄姊妹，咱读这诗篇，哪读哪有滋味？哪有感受？互咱人生会通进入伫伊的思想的内面。那安尼，你的人生就甲即个信仰三甲连结的时，你真正是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我2008 10月26退休，所以已经退休13年外。我退休的进前一暗，退休迄个进前一暗，迄个讲台怎啊落落去？讲台落落去啊！第二，这嘛是历史资料。啥最后一讲，讲台怎啊落去？迄阵我甲张老讲，赶紧落来修理，为了明仔载最后一场的讲堂哦，就下早时啊，下晡时啊开始退休感恩礼拜，赶紧来修理讲台，桥好势，顶好势，牧师伫遐最后徛就讲，有头有尾的牧会啦，意思讲拢无毛为40年如一日结束。哎呀，迄个。保伫咧退休感恩礼拜有1000个人，1000个人参加，伫东山高级迄个中学大体育馆的内面，1000个人，哦，呀，实在是互人感动。我嘛伫遐流目屎，讲遮尔济人遮尔听我，虽然我的教会只有100通的若听，总是有遮个几啊百个人对当议员逐所在拢来，要来陪伴我最后退休的前宝贵人生。最后我伫遐唱什么歌？最后我唱一首歌，我要一生互财主，我要一生互财主，中伫每一日困求主三当行，我要军队脚步来行天路，主会看我笑，人民我乱笑。高举稳定伊相思，唱这个歌，哦，唱到最后，像咱唱关起的时候，整个
安可，掌声响起。到最后，师傅讲，让林牧师啊，搁来唱一个歌，从咱最后要唱《你真伟大》，唱了来结束退休感恩礼拜。感受不同款啊，已经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留一些时间给自己，留一些空间给别人，所以感谢主。哎呀，而这退休感恩礼拜是享受了这上帝恩典，实在是毋是一般的人所能感受。只有我会能感受到上帝的疼，众人的疼。马该将家己的性命献上29年久，伫咱北部这个所在，毋敢伫北部遮，甚去到中部的所在，听讲山骹嘛是建设，遐嘛本来经教会，所以伊的骹只毋像即摆有高铁人坐，有火车人坐，有车人开，是安尼一铺一骹因安尼，行到宜兰倒去，哇，不可思议的这个历史故事对咱心内要来礼拜真简单，要来礼拜真简单，总是伊伫遐设60间的教会，伊伫遐有设病院、马街病院。你要设学校，真理大学、前身、淡江中学，这台湾西南医，等等这个，佮带台湾的查某囡仔做太太，变得张聪明。伊讲我死了，嘛要待在这个土地，何等的疼台湾，何等的疼咱每一个人，咱会领受这个疼，咱减感谢。过去真侪人一直前仆后继，伫遐来牧会。来建设教会，来起礼拜堂，来传福音，这拢是过去这传道者用目屎、用性命所结的这果子，咱阁爱珍惜、支持、关心、奉献。你袂通做足大的代志，都是德雷莎讲，德雷莎迄个足伟大的修女讲，我袂通做足伟大的代志，总是人用比谁听来做代志。用美色成什么？要感谢，也要奉献，也要支持。毋茫今仔日，咱每一人拢来支持体育传教士这个关心，互你的奉献，真做这体育传教士一个大的气力力量，咱像一点水来量伊的志。所以最后，我要来唱马街最后的主家，马街。这首歌差不多10多年前，我才开始伫这个马甲教会讲道了，迄个补一个音乐会。迄个会时哦，我伫遐安尼参加，迄个合唱团有唱《最后的住家》，听到这个歌声甲歌词，我目屎就怎滴出来。迄个是我甲马街还是距离很远，所以后来哪接近过来。知影讲牧师娘这个我的丈人过这个故事更加清楚了咧，哇，我就感动，我就感谢前人真的流很多的泪水，才有今天。所以马街最后的主歌这伊的迄个内容是安尼想，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呐，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呐。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在云雾中看见山岭，对云中天空观望全地，波浪大海中遥远的对岸，我意爱伫遮眺望无煞。我心袂通过你的台湾呐，我的人生拢总献予你。我心袂通过你的台湾呐，我一世快乐拢伫遮。毋茫我人生的煞尾站，伫大影拍欢的响声中，伫顶南摇动的影内，找到我最后的住家，最后的住家。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啦，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啦。哎呀，嘛，这个诗歌对咱有启示，嘛对咱有感动。
万青春隆重天罗地，我专心不听水我一心的欢喜中我专心所听上的台湾我的青春隆重献予你。我专心所听上的台湾我一心的欢喜拢有这。我在温暖中看你所了，温柔地看我梦转回。天父献上感谢甲懊恼，伫你面前，你用永远的疼来疼惜阮，才会卑微的软弱的人承受着过去先人所留落即个真水的信仰的产业。求你阮好来珍惜，阮好来建立，好来拍拼，同心合意，共同兴旺上帝你的圣会。今日我让伫主的面前，三甲耶稣基督对天降临来出世，做人类，成做阮的救主，成做阮的先生，来拯救阮脱离黑暗的交界，进入伫上帝你的永远的国度内面。阮是特别有福气的，感谢主，为着体育传道者所有遮遥伫地，伫台湾甚至伫外国，过去的拍拼努力，毋望上帝你亲自纪念赐福。互泸州教会、你的罗伯、正中级兄弟姊妹，今仔日用请关怀来支持奉献，伫你面前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
回应诗553首，请起立，咱吟全首，为主来做见证。大家是奉献，奉献的当工来准备。现在请起立，让诸位来唱奉献的诗歌。我
这是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首部正面，咱台语读2遍。诗篇71:16，请。我要来讲主耶和华大宽容的事，我大胆要讲起你的义。我要来讲主耶和华大宽容的事，我大胆要讲起你的义。诗篇71篇16。大家下面是介绍新的朋友以及报告。首先，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奉献主日，今仔日是退休传教士奉献的主日。传福音、传福会差派林龙南牧师前来本会正道甲请安报告。请大家感念退休传教士伫宣教上的贡献，为宣教的前辈的退休安养生活关心大道，欢迎支持。我伫遮代替大家感谢林龙南牧师。第二，教会各单位请召开同工的会议，规个绵内度2022年的事工甲预算，准备2021年事工报告的资料收集。伫个12月26今仔日爱交件，互小会审查2022年事工预算甲会员互会手册编制即个作业进行。第三，下主日正月2号是联合礼拜9点举行。举行教会各团契首长就任式，咱各单位的首长，咱记在伫顶悬，请各单位的首长，咱准时备办心来出席就任。第四，正月2号嘛是下主日，要举行正月份的庆生，请正月份的寿星会当准时来出席。若有无写伫咧招簿顶悬的，咱请咱即个干事搁再提出来登记。第5项，有关是正月初2下主日礼拜后，要举行泸州教会设教150年庆典的座谈会，邀请长职甲各团契会长甲干部，以及主日学的校长、圣歌队的队长，以及有意愿、有兴趣要来参加共同来讨论150年的即个庆典的座谈会的兄弟姊妹，斗阵来参与。第6，有关是正月初2，伫下主日下晡1:30，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同工准备心来出席。第7，年度的查销，正月初9主日礼拜后，本会检校委员甲财务的同工，要检查各单位2021年年度会计销，甲现金的存款，请即个相关的人员准备即个扫目甲寄金簿来收检。各单位各单位的请款事宜，请汇集各项的即个凭证来向出纳，来向即个出纳来请款，以方便着年度的绩效工作的进行。同工若有代办的事项，甲着代替付款的部分，请当月请款袂当超过2022年来请款。12月21日销的利息，甲12月23之前的即个余额，爱寄等于即个寄金簿，这是中会的规定。搁来补丁寄金簿，
请即个各单位来配合办理。第八，第一季正月到3月的即个复赛轮值表已经公布，请各位同工爱来注意，而且会当向干事遐来领取到即个轮值表，以方便你伫咧厝诶会当特别注意。第九，合唱的演习会，伫咧2月19拜六下晡2点至4点半，伫树林教会邀请圣歌队甲喜爱圣乐的兄弟姊妹踊跃报名。这个报名是免费参加，报名表放伫咧公布栏。咱报名截止的时间是到正月23。树林教会主旨伫周报的顶悬，咱家己看。10，教会招募音控的同工，对音控有兴趣的兄弟姊妹，请干事来报名。日后咱要举行着训练音控的训练，到时才搁通知。11，每礼拜3暗时8点是查经的祈祷会，欢迎兄弟姊妹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12，每礼拜是下晡10点，更正，每礼拜是上午10点是双年读经班的查经，欢迎双年团契甲着新的牧道友踊跃参加。13，会计报告兄弟姊妹请家己看。测试欢迎新的朋友，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来到咱遮，无吼？毋知顶礼拜有捌来辜树生弟兄因告来，甲陈朱姐妹、汤思义弟兄告来，无吼？谢谢。来团契消息。双年团契伫咧今仔日台语礼拜堂结束了后，伫1楼举行例会，请客友踊跃参加。机体相通的部分，咱伫遮请兄弟姊妹咱用心祈祷，保守因身体健康。大家，我陈牧师有补充要报告无？用时间，我陈牧师。咱在此用掌声来多谢英龙牧师吼，今仔日所带来分享，咱拍鼓甲伊作为关心退休团购者，因的生活嘛为团伙会平安基金会事工来奉献。咱拄林牧师分享较早讲哦，原来我们又多了一笔历史的资料，所以很多时候吼大家拢甲我讲过去的历史是安怎吼，所以当咱要进入这个第3禧年的时候，咱嘛爱来整理过去到底咱的教会是有啥物种的历史吼。所以咱1月2号请中职当半营来做伙来参加，以及咱有邀请团契会长辅导，以及恁若感觉讲咱要来记忆这150周年所有这个庆典的时，咱有兴趣的兄弟嘛会当做伙来参与吼，因为有真侪物件吼，咱需要做伙来努力吼。以上是大家会当备办心吼，伫1月2號嘛，咱用搁较欢喜的心要来进入吼。明年是马街来台湾150年的纪念，像是咱的中会嘛，拢有记忆这活动，咱会做伙伫1月2號来做伙来讨论。咱要咱伫马街来台湾150年，以及咱后年咱的教会150年吼，咱做伙三角来迄个吼。咱大家拢备办心吼，好，晚上再先吼。话变诗393首，乌鲁全年分典主宰，请起立咱吟全首。作者则请林龙安牧师为咱教会来做祝祷。
愿咱的主意啊，龙殿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这时间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别倒立会。